年的户外实景节目，大师都会带大家向下行业大自然去探险。有的任务做得七家万事，如果有的比赛就会让人向下合作了。大师都会天天也到深夜慢耐去了，接触各种挑战，向下去接拳、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。上一时的前6名，第7家的布卡出发，伫台南协议安布过后，我来开始认识府上的任务了。上一时为所进前，7家以上银行通过主案友来主编法，抢时大头名，当主了大家向下失班的时节，谁来老师妹也听爱分配联盟，分对方输到惨惨，到底万人会成功呢？吃饱了没？吃饱了。好，继续任务，出发。这里有3公车，这里没有公车，3个小时我们要去7个地方呢。我们用走的，那一个地方10分钟。你们要去哪？公车站。公车坐到安平，你已经去过了吗？去过啊。那你去德记？你去过安平了吗？他去完安平了。安平的任务是什么？拍照啊，还要吃牛肉汤。早上自己走是行动比较，就是有点孤单，然后同盟走之后就是比较有伴。没有，我没填了，我只剩不要叫我没有卡。那个不要，他会先叫你给他300块，然后你才能骑。这边有，这边可以到德记洋行，12点11。名字没有啦。名字没有，我们要等2个小时搞这啊！走了啦。这条路在哪？市场都有去过了，那我就陪他们去吧。那你后面还有那个庙啊？反正我也没差。我知道大关帝庙，大关帝庙在赤坎楼旁边啊。哦吼，谁来吹惨嘞？爱无简单张雷都会插牌，三毛去特技用红的公差，无数其他的也听会先去插砍了。我现在发现好像跟罗云珍会比较好一点。开基武庙，你这一条路直走，走到底，西门路再往前走，然后你又看到左手边有一个什么家乐面包，旁边有条巷子，进去那就是开基武庙。走对不对？走过路过，保证错过那不知道。念一下题目。国定一级古迹，俗称大冠帝庙。可是这写3级古迹。是另一个庙，不对是另一个庙，不是这里啊，不是是另一个庙，是哪里？是大天后宫吗？不是，是这个。这个几个字？4.5。那几个字？4个字，对，4.5。那这在哪里？啊哦，谁妹注意开始就谈唔出素菜啦。亚嘅素菜啊，就係任務卡地度人工嘅太冠帝廟嘅一級古蹟4.5秒。經過插勘了解下，大家本路原證先去拍相，再個向下去4.5秒，真見感情很好呢。等下你們一起去吃，走吧，吃碗粿。念一下你的任務。吃一碗碗粿，想辦法嘗到台南美食碗粿。你有拍？我們兩個一起吃一個。先去4.5秒4.5。好。廟宇通常是長者聚會的地方，請找到一位60歲以上的人民。好，走。每个人要1位哦。好，我们需要一个任务，你快叫我们按摩30秒，可以吗？不行，对不起，我要赶时间，我要。
按摩。对，30秒。按摩。就是按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、31、32、33、34、35、36、37、38、39、40、41、42、43、44、45、46、47、48、49、50、51、52、53、54、55、56、57、58、59、60、61、62、63、64、65、66、67、68、69、70、71、72、73、74、75、76、77、78、79、80、81、82、83、84、85、86、87、88、89、90、91、92、93、94、95、96、97、98、99、100、101、102、103、104、105、106、107、108、109、110、111、112、113、114、115、116、117、118、119、120、121、122、123、124、125、126、127、128、129、130、131、132、133、134、135、136、137、138、139、140、141、142、143、144、145、146、147、148、149、150、151、152、153、154、155、156、157、158、159、160、161、162、1
谢谢。谢谢。过关了。记得上午好像就只有去赤坎楼安宁古堡，之后就回来，就只有完成2样。然后我们下午整个像在追进度一样，我们下午完成超多的，把整个赤坎楼旁边的一整个全部都完成，就完成非常多的。然后我们还找到那个加山根的那边，结果真的是乌龟井。而且我的钱又有那么多，他们的钱加在我们这里钱。然后我是个理财专家，因为我在家里被说过不能乱花钱。然后他们2个又很会找地图，又很会问人，所以我就很开心啦，如鱼得水。那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就是他们很多钱没有钱不能达成任务，没有，都是因为你的钱。没有。我觉得既然同盟的话，就是要分享嘛，同甘共苦。请问大关帝庙在？去问里面的人。这里俗称什么？台湾4.5庙。什么？台湾4.5庙。5间。它是1级古迹了，对。它是俗称大关帝庙。对。我们到了4.5庙，找了好久，问了好多。请找一位60岁以上的人，并帮他按摩30秒。阿妈，你几岁了？我80岁了。哦，那么厉害哦！哦，很好呢。哦哟，看起来西来呀就接老师太人按摩哦，按多法用哦。阿公阿婆都看起来挺舒心呢，牙关顺利成功。舒服吗？舒服，很好。大家去孔庙，我带大家去孔庙。你要经过5个红绿灯，你看到友爱街，那个左转，然后再直走，你就看到孔庙了。反正有地，永远跟着。走，有地很厉害。因为有些人去过一些地方，就是去过一些我们没去过的地方，然后有些人没去过我去过的地方，就这样互助合作比较好。女生是不是来了？孔庙，不要看我的东西，还有很拽的，不要啦，真的不要看我们的卡。哦，他们女生走太快了，我怀疑他们都一直花他们的钱。在1932年开幕时，为台南第1高楼，也是全台第2间唯一拥有顶楼神社的百货公司。答案是这个林百货。我们要到了林百货。好。哦吼，两组人要相拄头诶，也着西来心肝头肚嘅感觉，幸福惨呐！西妹的组啊，早就完成了林百货嘅任务，也就是前度嘅第2摆世界大战嘅评价。也一路后，西妹的组都当顺心，西来的组啥时太多时间喺前路诶。今年大家都喺时间内找到适合嘅地点。南西湖文创园区来定亚结团的成绩。那你觉得你有没有办法可以超过第1？我不用超过他，因为只要我们3个都可以去就好啦，不用超过他。3个女生就比较多话题可以聊，可以聊很多奇怪的事情，而且比较好玩。超开心的，臭男生，你们给我小心一点。
因为我没有用心去做那件事情，所以我分数才会那么低。那个真的太难了，然后就放弃。然后可是女生就是不管难或不难，她们都去做。哇，想到了！呀哈，朱天霸、吴彦群、罗云珍抢死大头名，水老爷加油！下年的任务地点是垦丁，地下天安墙、海岸江的度假天堂，有乜个任務定太緊咯？唔是要緊，無限幾日咧，大家先聊一下啦。今日拄好係安友嘅生日，不過啊，大家從避到一激烈，感情就越好呢。日下大家都唔係對手，向下來為安友做生日。在歡樂嘅氣氛當中，各位比喻清晨嘅一安步。冬天的。你覺得明天挑戰你有多少信心？如果把那個燈關了80%。你们家出到海那邊我就不行。就是你就突然從那個一個感覺很多人的地方，然後突然到一個很鄉下的地方，就會覺得有一種衝突感。今天搭帳篷為什麼可以搭那麼快呢？因為應該就是之前教的大致都有記得，然後我跟那個羅雲珍有合作，我先弄哪一個，他先弄哪一個。就都市到處都是路燈比較亮，然後這邊都很暗。還有都是我們早上在走的時候，一大堆機車衝來衝去，都差點撞到，然後這邊就很安靜。我這2天得的分數算蠻高，所以有點開心。明天如果沒有被他們比上去的話，我應該會進吧。第一次對自己有那麼大信心。做安步嘅歡樂，一下係出高鐵咧。天講嘅，今日嘅挑戰會係乜嘅咯？我們3個女生要一起去日本，耶！我今天一定要努力，我一定要打敗別人，我打敗那些臭女生。垦丁係熱帶氣候，氣候一定站，當年都被上600萬客家嘅人客來也留了。今日啦，6個成員就會喺呀講嘅素材進行任務了。垦丁陸航探險。今日來到垦丁有2項任務，頭下馬要進行嘅係陸航探險。大家會先去4輛車去龍盤公園，攞鐵票向下翕相，就做得拿到3分。再過來要去鵝蘭皮公園，也大概有20個任務呢。大個任務都做得拿到1分咯，也是加分的好機會。大家加油哦！你們現在有15分鐘檢查你們的車子，然後我們的人會發裝備給你們。開始。那我們來。我們是採用計時賽，所以一個一個出發，中間間隔5分鐘。計時開始，出發。走。那你知道怎麼走嗎？不知道。那你現在跟好。好久沒騎了，不過第一次騎這種公路，地圖，快拿到5帶傘，看那衣服好像沒有用，人家沒有，我只看那衣服標示景點。好
侧路的。等一下，只要我一个人去。它平一点的地方，我就要开始骑了。有骑过这么远的路脚踏车吗？当然有啊，上次日月潭就这样了啊。会不会累，端佑？对啊，你们骑摩托车就好。还没到。有信心吗？有。喝点水休息一下。天咧來到龍盤公園呢，係撞雲塔。也特別嘅任務係要留鐵票向下協商，昨天拿到3本哦。不過雲塔唔腳腳執行任務，點都係欣賞風景。對龍盤公園嘅本山水，欣賞也發也嘅太平洋，應該沒話可以。我的腰也很好。雲塔完成任務過後，繼續騎向下一站了。一堆上坡，导演还骗我说没什么上坡。走错了，骗你的。好烦呐！你们俩，哎，我告诉你，你等一下有一个岔。哎，等一下，是前面还是后面？没关系，反正你们现在走错路了，你们要去哪？不听我的话。你怎么会掉头？张永达，好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是我走错路，惨了，我要告诉导演讲。我去之后给你打哇！还有那个嘞，王耀琴嘞。我要怎么办？我要去追5年。好，我要去追他。加油！我相信你可以完成的，加油！加油！因為撞雲塔青菜講嘅小可，開音群完全行唔出路嘅啦，遲到很歹勢哦。雲塔想要夾腳到音群，留佢講正確嘅方向。原諒我啦，拜託。結束嘅龍盤公園嘅任務，下一站係鵝蘭皮公園。我潛出相片地圖嘅出發，行過潛到鵝蘭皮燈塔，係武藏燈塔嘅真跡。里面是燈塔。你要先去龍盤公園，我不知道哪。往前走啊，跟他們走啊。哦，不要，好累。你跟他們一起騎啊，他們也是慢慢的啊。不要，他們大人體力比較好。那其他人也是小孩啊，加油！他們都比我大。我最小。你要去哪裡？燈塔。啊？燈塔。给你任务。我决定放弃这次任务。为什么？
骑脚踏车骑太累了，完全不想动。那这样没有办法去日本怎么办？没差，反正只是好玩而已。你希望谁能晋级？帽子哥张永达，加油张永达！你去日本要请我哦，因为他跟我比较好，他是同难兄弟，真的，一起被刷掉，一起晋级。哈，原来按照一开始就放弃规则肯定陆空探险嘅任务啊！对佢来讲，轻轻松松的顺风顶就会轻好嘅选择。不过其他人出出入入，一枪都拿到1好嘅成绩哦。第6个出发，第3个到，就代表你超前别人，对不对？今天还要再努力一点，如果其他人有超你的。这个是什么？山猪脚，这颗就死了。你怎么看得出来它死？看这个啊，题目卡说什么？请拍下可证明而容易构造。所以哪里可以证明？拜拜，小心骑哦。其他人都应该已经到回去了。哇，我回来了！我是第几个到的？累吗？心累还是脚累？都累。强嘅太海，爱来咧！下课咧，也熟会下课咧，最好去咧下课咧，也熟会下课。你讲的冇错，也是我爱做我下课咧。